来继续来到屏东的东港，当地的英王祭典9月28日来举办。啊，讲伫个好体公园是出现着一对双龙双凤，分别是以1000斤的乌鱼子、甲500斤的鳏鱼来做的。民众学到真霸气，啊，讲这是王爷指示要做的哦。 大路边一对真富气势龙凤装置艺术，工作人员无形广告向民众练看。龙身高比色的人竟然是一片一片高度油金的乌鱼翅，啊，那红心的帽是顶真侪鳏鱼，民众拢讲有够霸气。串旗呀，串旗刚好又好像符合龙鳞这样。对对对，远远看起来就是有那种气派，那也很生动。对对对，应该是在东港是首次啊，打造这个龙凤这一对啊，会不会觉得是可能外地来会是一个打卡的景点？应该是。这个场景出现在屏东东港溪华公园，原来是为3年一考屏东东港迎王祭典活动。后一日要上场，信徒本来要用歌戏和中打石板来装他，不如改听王爷指示，才选用一尾1000斤的乌鱼翅、500斤的鳏鱼，和代表冈山的姜来制作这对价值成百万的双龙双凤，争取行王奖品。这种王鹤嘛无咧卖啊啦，嘛是爱互大家祝福啊，大家结缘安啦。这乌鱼子已经3色啊啦，2对2种哦，开7月15啦，7月15。后一日要举办为期8天7暝迎王祭，然后用海产类打造龙凤奖品，大总理佮不是奖品特别拍158面金牌，要和顶头信徒结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